过来镜头转到国际，天主教教宗彭正国嘅丧礼，今仔日下晡4点在梵蒂冈圣彼得罗广场举行。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夫妻在内，几若10个国家嘅领袖也个王室拢有出席。现场嘅人丁要被20外个民众20万外个民众接济。伫咧仪式结束以后，彭正国嘅遗体就送往罗马嘅圣母大殿安葬。当地时间2早起10点，教宗方济各的灵柩为天空山之的圣伯多禄大教堂刷往前门外的石梯举行护挂葬礼。圣伯多禄广场约超过5万人4号维道路加转播区也有10万人潮。葬礼仪式由枢机主教团团长巴蒂斯塔雷主持，来自全球的主教神父强制。弥撒程序包括读经、福音上托、讲道、感恩祭、奉献礼、圣体圣事，加最后送别等环节。隆重有55个元首、12位君主、160多个代表团前来参加，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多数国家领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加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巴西总统卢拉、欧盟加联合国领袖等等。教宗在生进前关注的难民家友，看性别等弱势团体也受邀出席，体现伊对众的包容精神。意大利动员8000名警察加宪兵维安。教宗方济各伫4月2日因为中风引起昏迷，加心脏衰竭来过身，享受88岁。伊去年4月就亲自修改简化葬礼仪式，家己用来请新邦的茶杆取代教宗传统使用的3段棺木。20日葬礼结束了后，灵柩送往罗马的圣母大殿安葬，打破1903年以来教宗拢葬伫圣伯多禄大殿的惯例。碑文只写拉丁文教宗名，佮方济各所落来教会会进行9日的追思弥撒，为教宗的灵魂祈祷。了后有计伫5月初召开庇理会议，由书记团成员闭门选出新任的教宗。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